国防部今年成立全民防卫动员署，经过4个月，今日发表全民国防手册建本，提供民众来应变的军事危机甲可能发生的意外灾害。不过，军事专家认为讲，这内容无符合真正的战况。 国防部全民防卫动员署12公布全民国防手册范本，内容主要是提供民众面对军事危机甲相关灾害应变资讯，分作在意的部分包括避难急救方式、灾害应变、生存基础知识甲防灾备战准备等等，嘛提供 QR code 方便民众使用。主要是以提供民众面临军事危机及可能发生之灾难时紧急应变资讯。 与做好安全准备及生存自助手册架构，参考瑞典、日本等国家类似手册，整合各部会、县市政府及专家学者资讯。国防部表示，目前范本已经放伫国防部网站提供民众使用。落尾各县市会加入地方避难设施、急救病院、民生用品站等等资讯，提供各县市版本。专家讲，国防部想法真好，不过执行成果有淡薄落差。还是要直板化。 然后广发给民众来使用，至少村里长要。万一暂时没有电源的时候怎么办？不妨在日后透过这种漫画或者图表的方式让民众一看就很清楚，不用再看文字，因为在战时的时候没有人会帮助文字。专家表示，这摆提出的范本详细程度，确实一寡民间组织编写的民防手册。因认为传统数伫全国期待之下，成立到达4个月，敢若提出这款成果并无合格。记者郭文定随台北报道。